今集周圍碌去到觀塘碼頭，據聞碼頭對開橋躉有釣客喺上面釣魚，而橋躉距離沿岸都相隔得好遠。究竟班釣客點樣去到橋躉上面釣魚呢？先訪問一下附近嘅市民，睇下佢哋知唔知道先。你好啊，我就想問問你呢，咁你有冇見過啲人呢喺個橋躉對開嗰度釣魚啊？有，即係一個艇仔埋2-3個人。好啊，唔該你。好。你好啊，想問下你有冇平時有離開呢啲地方呢？有冇見過啲橋躉對出呢啲位呢？係有人喺上面釣緊魚啊，或者成啊？少呢度就有邊度比較多啊？北角嗰邊就多啦。哦，好啊，唔該你啊。訪問咗2位附近嘅市民，大概知道釣客係用艇仔上落橋躉，不過響艇仔爬上橋躉都唔容易，因為個距離都好高下。有受訪者話北角碼頭附近橋躉比較多，一於過去睇下有冇橋躉釣客同埋艇仔船夫嘅蹤跡先。北角碼頭嘅海面同橋躉明顯比較乾淨，岸邊釣客嘅數目都比較多，但唔知有冇橋躉釣客嘅蹤跡呢？沿住岸邊行，無意中發現到一架舢板，對出橋躉都發現到3位釣客。觀察所得，佢哋正喺度離開橋躉，舢板船身較高，上落都好方便。之後再喺網上揾咗有關舢板船夫嘅資料，船費大概係每位40至70蚊不定，出船最少2個人，1個人就需要相計。地點有觀塘碼頭、北角碼頭、青馬大橋橋躉等等。咁樣釣魚嘅滋味雖然係好無拘無束，不過都要注意一下安全，最好就揾多2個朋友仔陪啦。